信星座咧，究竟係咪迷信嘅呢？原來我哋所熟知嘅星座咧，並唔可以睇到我哋真實嘅個性嘅喎。咁究竟啲乜嘢可以睇到我哋嘅真實個性呢？大家好，我係 Casey，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喺星盤上面點樣睇到我哋嘅真實嘅個性嘅呢？原來咧，我哋真實嘅個性咧係要睇月亮嘅喎。試下諗下，我哋從地球上面去睇啦，天上面最光嘅兩個星體咧就係太陽啦同埋月亮啦。而我哋都知道啦，月亮係唔會發光嘅，佢淨係會反映到太陽嘅光嘅啫。而呢兩個星體咧就好影響到地球上面嘅，例如四季啦、潮汐漲退啦、氣候啦等等。呢啲咁科學嘅信息咧，其實都係會反映咗喺我哋嘅星盤上面嘅。既然睇真實嘅個性要睇月亮嘅話，咁究竟月亮代表住啲乜嘢呢？月亮咧正正就係代表住我哋真實嘅情緒反應啦、情緒需求啦。我哋細個係由媽媽去養育噶嘛，咁而月亮咧都好反映到我哋同媽媽之間嘅關係。阿媽點樣去養育我哋啦？點樣照顧我哋啦？我哋細個時候嗰個嘅成長過程，我哋點樣去表達自己嘅情緒啦？其實咧係正正慢慢咁塑造緊我哋嘅性格嘅。所以我哋嘅真實個性咧係必須要睇月亮星座。我哋對住唔同嘅人啦，對住唔同嘅環境咧，其實可能我哋都會有唔同嘅面孔啦、唔同嘅呈現啦。但係咧，我哋嘅真實嘅情緒反應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係冇得扮嘅。我哋咧深知自己都會有啲嘅情緒反應，但係未必會即時表達出嚟嘅。咁而咧12個星座就正正代表咗有12種嘅表達情緒嘅方法啦。咁今日咧我就同大家講下究竟12星座咧係點樣去表達佢嘅真實嘅情緒嘅喎。咁喺呢個時候咧，大家有拎翻開自己嘅之前開過嘅星盤啦。如果你仲未拎到自己嘅星盤咧，可以睇翻呢一集係教大家點樣去開自己嘅星盤嘅。咁好啦，當大家打翻開個星盤嘅時候，就會清楚地見到咧12個星座咧就代表咗有12種表達情緒嘅模式。咁我哋由白羊座開始同大家逐個講下啦。咁我哋首先就嚟講下白羊座啦。白羊座咧係一個好率真嘅個性啦，好自我中心嘅。我哋會比喻佢做一個好似 BB 咁樣啦，佢會好單純啦，會好純真咁去表達自己啦。佢係想喊，佢肚餓嘅時候佢會喊啦。佢想要任何嘢嘅時候，佢都直接表達出嚟啦。佢即使見到面前嘅嘢，佢未必會有危機嘅意識。佢望到目標，佢就會直接去伸個手過去拎嘅。呢一種嘅個性咧就係白羊座啦。如果月亮係入白羊座嘅朋友咧，你嘅真實個性啦，同埋你嘅情緒表達、你嘅情緒需求咧，就會好似呢個白羊座咁樣，你係需要即時地滿足嘅。咁如果向唔好嗰邊發展啦，我哋講咗唔好嗰邊先，咁就會係冇耐性啦，而且係脾氣相當之火爆啦。當見到目標就去即刻出擊嘅時候，咁呢種嘅特質咧就會充滿咗競爭性。當然佢喺一個競技場上面會有好嘅發揮啦，但係佢負面就會好有一個嘅火爆嘅脾氣，甚至係有一個好強大嘅攻擊性嘅。但係與此同時咧，白羊座嘅情緒咧都係快來快去嘅喎。嗰啲可以同你啱啱嘈完交轉個頭，佢就會同你搭翻膊頭，完全冇事發生過。佢又唔係扮出嚟，係因為佢真係可以將啲情緒咧爆發完之後咧，佢就會冇事噶啦。咁呢個咧都可以話係白羊座嘅一個好嘅特質嚟嘅，因為佢的確係好單純啦、好天真啦，同埋佢係好有熱情嘅。火元素嘅星座咧都會比較有火氣啦，比較有生命力啦。所以如果月亮入咗喺白羊座咧，佢係屬於一個開創性嘅火，即係會好似一個火山爆發嘅火一般。佢可以好猛烈啦，同時佢都可以係一個好大嘅熱情嚟嘅。月亮入白羊座嘅話咧，佢嘅行動力都會相當之強嘅喎，佢會有一種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嘅特質，就係無論如何都要得到佢想要嘅嘢。所以白羊座嘅人如果從事一啲競爭性強嘅行業啦，或者你甚至做一個運動員啦，咁就可以好好咁發揮到你自己啦。咁如果你嘅工作入邊冇咁多呢啲嘅發揮嘅話咧，咁可能就會發泄咗喺情緒嗰邊啦。咁我會建議月亮白羊座嘅朋友咧，去多啲運動，讓自己嗰種動能咧可以多啲去表達出嚟。咁去到金牛座咯，金牛座咧係一個固定嘅土元素星座嚟㗎。同時咧，月亮入金牛座嘅朋友咧，我會首先恭喜咗你先。點解咧？因為月亮咧本身就係中意入金牛座嘅，而月亮另一個佢好中意入嘅地方咧就係巨蟹座啦。等陣會講到啦。咁而月亮既然入到一個佢自己中意嘅位置嘅時候，自然就會表現到月亮最美好嘅嗰面啦。月亮既然代表住我哋嘅情緒，咁我哋最喜歡嘅情緒狀態當然係平和啦，好柔順啦，可以好回應到外間嘅需要啦，而且佢係保持一種喜悅嘅狀態。咁所以咧，呢個本身就係一個祝福嚟㗎。如果用一個人生嘅狀態去比喻金牛座咧，佢就好似一個成長緊嘅 BB， 備受身邊嘅所有人嘅呵護啦。佢同時學識咗咧，有啲嘢唔可以亂咁做，例如唔可以亂咁擺嘢入口啦，唔可以乜嘢都去掂啦。佢開始識得等待外間嘅回應啦。咁於是咧，佢就會培養緊一種好好嘅氣質、好好嘅脾氣啦。
月亮金牛座嘅朋友呢，通常呢情緒都係比較穩定嘅，同時佢都有機會反映緊你一個好嘅童年喎，因為媽媽對你嘅照顧啦，令到你有一個嘅好穩定嘅情緒啦。喺身體嘅層面呢，代表住我哋嘅喉嚨啦，即係話如果月亮入金牛座嘅朋友呢，都可能有一把好聽嘅聲音，又或者佢對於享受美食啦，一啲觀感類嘅東西呢，佢都會有一個好靈敏嘅觸覺。佢識得分別乜嘢係美食啦，有好嘅品味啦，同時對於一啲嘅觀感，無論係視覺啦，甚至自己觸覺嘅感受咧，都會特別靈敏㗎。金牛座我哋通常都會聯想到咧就係金錢啦。月亮嘅金牛座咧，通常咧都係反映住佢咧有一種嘅對於金錢一個良好嘅 sense 嘅。如果培訓得好嘅話咧，佢可能就會形成咗個好嘅理財嘅觀念啦，甚至會好識得賺錢嘅喎。咁但係咧，當然都有機會向負面㗎嘛。咁金牛座咧有一個嘅負面特質就係佢好有耐性之餘咧，其實佢都會好固執。佢喺12星座入邊係最穩定嘅星座。咁既然佢可以等咁長嘅時間咧，其實佢對於自己所認定嘅嘢咧都好執着嘅，佢唔會咁容易就去改變啦。同時咧，正話講到啦，佢嘅童年既然養育得佢好好啦，或者佢對於美食啊、金錢啊咁有觸覺嘅時候咧，佢就會容易傾向於享受啦。係啦，佢可能對於爭取事情啊、努力工作就冇咁多興趣咯喎。咁久而久之，可能就會變得好散漫啦、好懶惰啦。咁所以建議月亮金牛座嘅朋友咧，就可以去從事一啲比較穩定嘅工作啦。你可以多啲接觸大自然啦。好，咁嚟到雙子座咯喎，咁月亮入雙子座又會發生啲咩事呢？雙子座咧就係一個風象嘅變動星座嚟嘅，佢係12星座入邊咧變動得最快嘅星座嚟噶。通常咧我哋都會描述咧雙子座係一個好奇寶寶啦，佢充滿咗好奇心啦，佢好中意同人互動啦，佢好中意接觸唔同類型嘅新事物啦。咁而月亮即係我哋嘅情緒反應咧，披上咗呢件雙子座嘅外衣，又會發生咩事呢？如果向負面嗰邊發展嘅話，雙子座其實同時都代表住我哋嘅神經系統嘅。咁如果月亮喺雙子座嘅話咧，其實都可能代表住佢有比較敏感嘅神經系統。於是出現嘅情況咧，可能佢就會比較容易心散啦，比較容易緊張啦，容易焦慮啦，比較容易有反應啊。咁而因為雙子座既然咁多變嘅時候，你要佢專注一點咧，都係一件好難做到嘅事嚟嘅。咁所以咧，雙子座嘅月亮如果向負面發展嘅話，佢就會越嚟越心散啦，越嚟越可能會一次過做幾樣嘢啦。嗰啲 multitasking 嘅人咧，你可以留意下自己會唔會一個月亮雙子，又或者雙子座能量好強嘅人。咁當然啦，如果向好嗰邊發展，因為雙子座嘅反應咧好快捷、好靈敏嘅，佢學好多唔同嘅新事物嘅時候咧，佢嘅掌握速度都係相當之快，而且佢有一種咧可以溝通唔同事物嘅能力嘅。咁所以咧，當佢要表達出嚟嘅時候咧，佢就會好容易產生唔同嘅聯繫啦。於是喺中間咧，又會產生咗好多好特別嘅火花啦。因為雙子座本身嘅特質就係中意溝通，因為佢係兩個人仔嚟噶嘛，佢好中意溝通，好中意互動，好中意接收資訊，同時都將呢啲資訊去發放翻出嚟。呢個月亮雙子佢個情緒反應咧就好似雙子咁樣咁多變喎，咁都顯示住咧佢嘅適應嘅能力咧係相當之高，學習能力相當高，思維相當之敏捷。佢嘅真實個性就係佢係好唔中意被約束嘅。所以俾月亮雙子嘅建議咧，你就要學習下點樣令自己個心唔好咁散，要專注啲去做好一件事啦，咁對你會好有幫助嘅喎。嚟到月亮嘅巨蟹座啦，正話都講到啦，月亮最中意嘅地方咧就係金牛座同埋巨蟹座啦。嚟到月亮守護嘅巨蟹座咧，自不然咧呢個月亮嘅能量咧都會發揮得相當好嘅喎。巨蟹座係水象嘅開創星座嚟㗎，佢係好似一啲嘅春天、一啲溫泉水咁樣，係充滿咗暖意啦，係帶嚟生機啦。咁所以巨蟹座嘅人咧，都係相當之識得去關懷其他人啦，去照顧其他人啦，會好主動表達自己嘅關心，係對其他人好有同理心啦，好願意喺情感上面去關懷其他人啦，好有保護嘅意識嘅。咁呢個巨蟹座咧，既然咧佢對於人際關係咁重視啦，咁自不然咧，除咗佢會識得去關心人之外咧，佢都會好敏感喎，同埋係好識得去保護人啦，係好重視家庭啦，好有一種嘅領土意識。對於一啲領土之內或者係對於一啲同自己親近嘅人啦，自己重視嘅人咧，都好自然就會表達出關懷，同埋好願意去照顧對方嘅喎。咁發揮得好嘅時候，當然就會有個好強嘅同理心啦，知道人哋會需要啲乜嘢，同時可以提供到照顧啦，佢都會為人帶嚟一啲嘅安全感嘅喎。咁當然啦，佢都會有佢負面嗰邊嘅發展嘅。呢個
個對於情感咁敏感嘅星座咧，自不然咧，佢都有機會係會情緒化嘅。呢個巨蟹座咧，其實我哋唔好忘記佢係兩個蟹鉗喺度㗎。咁當佢要發揮佢嘅攻擊力嘅時候咧，都唔係少嘢嘅喎。當佢覺得身邊重要嘅人啦、重要嘅事物備受威脅嘅時候，或者自己嘅領土被入侵嘅時候咧，佢可能係會表達到一種好強嘅情緒反應，通過情緒反應咧去捍衛自己。所以咧，如果佢係一種負面嘅狀態表達嘅時候咧，佢就會相當之情緒化啦，佢容易唔開心啊，或者過度敏感，甚至我哋稱之為有玻璃心嘅情況啦。所以俾月亮巨蟹座朋友嘅一啲建議咧，就係我哋要練強壯自己嘅心，有時候咧唔需要太在意其他人對我哋嘅反應，我哋更加重要嘅咧就係知道自己，咦，原來我係出於好心去照顧咗人，即使對方唔領情啦或者唔明白啦，我哋都可以通過溝通嘅方法去表達，而唔係用情緒發泄嘅方式去處理事情嘅。好，咁就嚟到呢個月亮嘅獅子座咯喎。咁獅子座咧就係一個嘅火象嘅固定星座啦。咁用啲咩比喻佢最好咧？就當然係太陽啦，係因為固定咗佢唔識喐嘅，但係佢就源源不絕發放緊光芒喎。咁呢個光芒咧就會充滿咗熱力啦。所以獅子座嘅朋友咧都係相當之願意照顧人嘅，但係嗰種照顧咧就唔係埋身，喺佢自己真實嘅內心反應咧，佢都會好願意去付出，佢好想其他人可以俾佢照耀到，去影響到其他人嘅。獅子座咧都有一種天生嘅自帶光芒，佢係充滿咗自信啦，充滿咗樂觀嘅氣息嘅，就會係有一種天生嘅樂觀個性。佢乜嘢咧都會向好似太陽嗰邊咁樣諗，佢會諗咗光明嗰邊先嘅。同時獅子座咧都係代表住領袖啦，代表住強者啦，代表住一啲嘅焦點所在啦。咁月亮獅子人咧自不然咧就會好想被看見啦，佢好自然就會表達自己，就覺得自己好似自攜一個舞台，佢無論去到邊一度都好啦，佢都覺得自己就喺呢個舞台上面表演緊嘅人。你哋個個咧都要睇到我，係啦，呢個係月亮嘅獅子座咧，好自然佢就會係將佢嗰種覺得自己就係中心呢種嘅情況咧表達出嚟。咁所以咧，喺好嗰邊當然會見到佢個好強大嘅自信啦，但係咧都有機會喺唔好嗰方面展現出嚟，就會令人覺得呢個人好浮誇、好戲劇化。佢甚至用一種好似舞台式咁去表達佢嘅情緒嘅時候咧，甚至會令人覺得呢個咧就係一個 drama queen。同時咧，月亮獅子座嘅人咧都相當之愛面子㗎，因為獅子係一個王者嚟㗎嘛，佢對於自己嘅威嚴係相當之重視嘅，所以月亮獅子座嘅人咧係相當之重視自己嘅榮譽啦，自己喺人哋心目中個形象究竟係點啦。咁於是月亮獅子人咧，其實心底入邊咧都就會有一個小小嘅聲音係有啲淆底嘅，因為佢都會好重視其他人嘅反應。如果其他人冇乜反應嘅話咧，又或者唔係一啲預期好嘅反應咧，其實佢自己咧心入邊都會有啲自我嘅質疑嘅喎。咁所以俾月亮獅子朋友嘅建議咧，就係除咗好自信去表達自己之外咧，其實當面對一啲失敗嘅時候咧，都唔好太過氣餒或者太過對自己質疑，因為我哋都可以從客觀嘅環境重新去檢視究竟自己有啲乜嘢去改進空間嘅。好啦，去到月亮處女座嘅朋友咯喎，處女座咧係一個嘅變動嘅土元素星座嚟嘅喎。通常我哋描述處女座咧都係離不開就係完美主義啦，同埋愛挑剔嘅。咁而處女座咧本身個服務意識係相當之強嘅，同埋佢嘅思考能力啦，佢嘅思維分析能力係相當之好嘅。月亮代表住我哋真實嘅情緒反應啦。咁如果入咗一個咁重視思考嘅星座咧，咁自然佢個表達咧就會變得比較緩慢一啲啦。加上佢仲有一個土元素嘅星座喎，佢就唔會咁直接。當佢有情緒嘅時候就即刻表現出嚟。白羊座咧就會好直接，但係處女座咧佢就會可能通過一啲嘅時間，佢可能會用一種分析嘅模式去表達佢嘅情緒嘅喎。咁到啦，佢發揮好嘅時候，當然佢係會比較條理分明啦。佢對於情緒都好似彷彿有種抽離性，佢比較可以同呢個情緒咧慢慢咁去相處嘅，同埋佢都係一個好謹慎嘅星座。於是咧，佢表達自己咧都係相當之謹慎嘅。如果佢係做一啲嘅按本子嘅事情啦，或者佢係一個下屬咧，月亮處女座嘅朋友咧，會係一個好好嘅下屬嚟㗎，因為佢可以去接收命令咧，然後將佢按部就班咁去表達出嚟。即使遇到一啲有情緒化嘅人啦，或者一啲有情緒牽涉嘅事情咧，佢都會比較可以邏輯理智地去處理。但係咧，如果表現得唔好嘅時候咧，佢會過於謹慎，甚至係十分之害羞，佢唔敢去表達自己嘅狀態、自己嘅心事、自己嘅情緒出嚟㗎。咁於是就會造成咗一種同人相處上面嘅一啲隔閡啦。處女座都係一個好重視心智發展嘅一個星座嚟㗎。如果將佢套入喺情緒我哋嘅真實個性入邊嘅話咧，佢就會過度去分析，甚至分析到一個程度咧，佢可能會將自己原本有嘅一啲情緒啦抑壓咗，係用一種好似係邏輯啦、理智去表達佢出嚟。咁呢一個咧，大家要留意翻啦，因為呢一個位咧，其實咧
如果太過度分析情緒嘅時候咧，可能有機會會出現強迫症，因為佢嘅情緒需要一啲嘅好有系統啦、好重複嘅事情咧去安撫佢嘅情緒嘅。所以我會建議月亮處女座嘅朋友咧，要識得去梳理自己情緒，定期地將自己嘅情緒去表達出嚟，千祈唔好淨係通過你嘅思維過度分析。嚟到月亮天秤座咯，天秤座咧係一個開創嘅風元素星座嚟嘅，咁而天秤座嘅關鍵字咧，通常都係優雅啦、好脾氣啦、好擅長社交啦。點解佢會咁擅長社交呢？我哋可以想象一下啦，天秤係一個秤嚟㗎。咁呢個嘅天秤咧，其實係冇乜人為嘅意志啦。只要擺任何嘢喺上面去稱嘅話，佢都會如實咁樣反映到嗰件物件嘅重量㗎喎。咁於是咧，天秤座特質嘅朋友咧，就會好重視呢種嘅平衡嘅狀態啦。喺人際關係入邊，如果我哋追求平衡嘅話，咁就會好視乎對方嘅狀態，好視乎對方嘅反應啦。對於對方嘅眉頭眼額啦、表現啦，佢都會有一個好恰當嘅回應㗎喎。於是咧，我哋就會稱之為天秤座咧，真係一個社交嘅能手啦。佢係做公關係做得相當之出色嘅。而月亮天秤座嘅朋友咧，佢就會有一種好強嘅特質，佢可以回應到對方嘅情緒需求嘅。佢可以對一啲眉頭眼額啦、一啲嘅氛圍啦、一啲我哋可能懷疑唔到嘅東西啦，甚至靈感類嘅東西咧，佢都會有種敏銳性嘅喎。於是佢情緒反應咧就會變得好唔直接啦，因為佢需要互動啊。天秤座咧，有時候咧佢會太過驚獨處，因為佢好需要有人喺佢身邊，好需要有人同佢做伴。咁所以佢向唔好嗰邊發展咧，佢就會依賴性好強，佢好難可以好舒服咁樣去獨處。既然佢咁重視一定要有人喺佢身邊咧，咁自然佢就會好在乎其他人點樣睇自己，會唔會中意自己。佢甚至如果喺冇人嘅情況之下咧，佢就會覺得好迷失，好驚自己一個。咁我俾月亮天秤座嘅朋友一啲建議咧，就係要學習去獨處，學習真實地同自己嘅情緒去做一啲接觸，去感受一下自己真實嘅情緒究竟係點樣，自己嘅喜怒哀樂係點樣去展現出嚟，面對乜嘢嘅情景咧會有情緒。記得預留一啲嘅獨處嘅空間俾自己，去多啲探索自己嘅內在狀態啦，同埋唔好太過依賴其他人嘅反應去判斷自己。嚟到月亮嘅天蠍座咯，天蠍座咧係一個固定嘅水元素星座嚟嘅。通常咧，我哋描述天蠍座啦，都離不開一系列好負面嘅情緒字眼啦，例如會記仇啦、好小氣啦，佢有強嘅嫉妒心啦，佢嘅情緒反應好強烈啦，甚至有復仇嘅傾向啦。咁點解會有咁嘅表現呢？咁我哋就要了解下啦。原來月亮入到天蠍座咧係一個唔係咁理想嘅位置嚟嘅。正話講到啦，月亮係中意入巨蟹座同埋入金牛座㗎，但係咧都有啲星座咧，佢入咗去嘅狀態就表現得唔係咁理想啦。其中一個咧就係包括咗天蠍座。正話天蠍座嘅一系列嘅描述啦，都係同情緒好有關係㗎。月亮既然係代表住我哋真實嘅個性，代表住我哋最真實嘅情緒反應嘅話，當然我哋都唔會希望我哋嘅情緒反應係咁鬱結，係會咁濃度咁高㗎。強烈嘅情緒咧，因為我哋時刻都會有情緒㗎嘛。咁如果係月亮天蠍座嘅朋友咧，有機會咧，佢經常都會喺一啲嘅好濃烈嘅情緒當中㗎。而月亮天蠍座即係佢真實嘅個性咧，其實對於情感係相當之敏感，佢嘅觀察力同埋佢嘅感受力係相當之強嘅。佢有一個好敏感嘅體質，對於一啲好細微嘅反應咧，佢都會了知得一清二楚。月亮天蠍座嘅朋友咧，從事一啲關於偵查嘅行業啦，去了解人性嘅行業啦，例如心理學家啦、治療師啦，甚至係去做偵查啦、做研究啦，甚至佢有機會係成為一啲好出色嘅靈媒嘅喎，因為佢嘅心靈嘅敏感度咧係比一般人強好多倍嘅。咁當然啦，佢喺可以運用到呢啲好嘅特質之前咧，佢會經歷好多嘅考驗嘅。月亮天蠍座嘅朋友咧，我會覺得你哋真係辛苦啦，你哋真係要好識得去照顧、呵護好自己，保護好自己嗰個內在嘅狀態，保護好自己嘅情緒狀態。我都會理解咧，月亮天蠍座嘅朋友咧，一定會有強烈嘅自我保護意識，唔會咁容易去展露自己真實嗰面喺人前嘅。咁所以咧，喺呢一種嘅保護之下咧，好處當然會令到自己冇咁容易受傷啦。但係呢個就好似雙面人咁啦，令到月亮天蠍座嘅朋友咧，同人咧有咗一個嘅好似無形嘅隔閡咁樣，好難俾人接觸到一個真實嘅自己。咁所以咧，我會建議啦，月亮嘅天蠍座朋友咧，要識得去疏導自己嗰種好強烈嘅情緒，而其中一個出口咧，我會建議你去學習下心理學相關嘅領域啦，任何同情緒有關、同人性啦、同人生啦、同一啲生命比較深層嘅
運作有關嘅嘢呢，其實呢，你都可以學習一下，從而去令到自己個情緒得到一啲嘅舒緩嘅。當月亮天蠍座發揮喺負面嘅時候呢，佢可能會有好強烈嘅佔有欲啦，妒忌心好強啦，有帶住好強嘅主觀意識啦，而且呢，佢個決心呢係相當之堅定嘅。只要認定咗一啲嘅事情呢，佢好難去改變啦，好難去放下嘅。咁所以要學習識得去疏導自己嘅情緒，唔好全部嘅情緒都擺咗喺自己嘅心入邊啦。月亮人馬座，你哋嘅真實個性會係點樣呢？人馬座呢，我哋就會想象到佢係有一個人嘅上半身啦，下半身就係一個馬嘅好強勁嘅四肢啦，顯示住佢嘅行動力啦係好強嘅喎，佢可以跑到好遠嘅地方啦。而佢跑到咁遠嘅地方呢，因為佢係有人嘅上半身，即係話佢有一個嘅高階嘅思考。人馬座呢係代表住佢對於自己嘅人生嘅理想啦、夢想啦，有一種好強大嘅動能去追尋嘅喎。咁而呢，月亮人馬座嘅朋友，你哋嘅真實個性呢，就係好重視你嘅理想㗎。只要你相信係可以滿足到你嘅人生嘅理想啦，達成夢想嘅話呢，你就會熱情澎湃咁樣去一路向前咁去衝㗎啦。咁所以呢，你哋嘅真實嘅個性呢，個反應呢，都係充滿咗熱情啦，充滿咗樂觀啦，充滿咗動能。你會好直接去表達自己內心嘅情緒出嚟㗎。咁而相對正話我講到白羊座呢，又係好直接表達自己嘅喎。咁你哋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呢？人馬座嘅朋友呢，係會跑咗去㗎嘛，即係話其實佢有個地方佢要去啦，但係白羊座佢就咁爆完原地爆，咁佢都係留返喺呢度嘅啫嘛。咁好啦，翻嚟呢個嘅人馬座啦，佢呢個跑到去遠方嘅呢個行為呢，其實都代表住佢對於自由嘅追尋呢，係佢生命入邊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嘅。你哋嘅真實個性呢，就係好嚮往自由啦，好追求理想啦。因為人馬座係一個變動嘅火熱組織座啦，所以你哋嘅情緒呢，都係快來快去嘅喎。你表達自己呢，可能呢刻表達完之後，下刻呢就會轉變咗噶啦。咁所以人馬座嘅人呢，都真係經常都會好多嘅變化嘅喎，變到呢，有時候連自己呢都會唔記得咗，哦，原來我之前係咁樣㗎。要諗翻轉頭喎，咁樣咯，喺度時刻咁樣變化緊，呢樣嘢都顯示緊，其實你係不斷突破緊你自己啦，不斷去尋求緊一啲你想要嘅嘢，你嘅終點啦，或者你嘅目標啦，永遠都會喺前面一路都俾你追尋緊嘅。如果向好處嗰邊發展呢，就係你一個好自由自在啦，好熱情啦。但係呢，人馬座嘅朋友都要注意下喎，你哋有機會呢係缺少紀律嘅喎，因為佢實在太中意走嚟走去嘅關係呢，係好難約束到佢嘅。所以你哋呢就要學識得點樣去為自己建立一啲紀律，去約束下自己，希望唔好成為一匹脫韁嘅野馬，跑到太遠啦。月亮山羊座嘅朋友，你哋真實嘅個性又係點樣嘅呢？山羊座係一個開創嘅土元素星座嚟嘅，我會用一個老人家啦，又或者係一個喺社會上好有地位嘅人去描述呢個山羊座嘅，因為山羊座對於社會地位或者對於喺呢個社會上面要有啲建樹呢係好重視嘅，咁所以你嘅真實個性呢，就係好重視自己成為一個有影響力嘅人，你對於權力啦或者對於社會嘅位置啦，好自然地你就會好想去追尋，因為你嘅月亮你嘅真實個性就係喺呢一邊去展現嘅。而山羊座呢，通常呢都會有一個嘅形容詞俾佢嘅喎，就係嚴肅工作狂。呢個咁嚴肅嘅工作狂，究竟佢真實嘅內心世界係點樣嘅呢？其實係嚟自於佢對於自己嘅要求好高，佢想達成一啲嘅好高嘅目標，而一個咁高嘅目標呢，並唔會係一時三刻可以達成嘅，佢必須經過好仔細嘅規劃啦，好長遠嘅堅持啦，一路努力落去啦，一步一腳印。當佢遇到困難嘅時候，佢要迎難而上啦，克服咗好多關卡困難，佢先至可以去到一個嘅高嘅位置，佢先至可以達到自己嘅目標。所以月亮如果入咗山羊座嘅朋友呢，其實呢，你哋對於自己要求係相當之高嘅。向好嗰邊發展嘅山羊座呢，你會發展出好強嘅紀律嘅，你會有好強嘅一種管理嘅能力啦、策劃嘅能力啦。而且你嘅個性呢，都係好適合去做老細或者做管理層嘅喎，因為你有好強承受壓力嘅能力喎。而一個對自己內心要求咁高嘅人呢，佢自不然呢面對嘅壓力都會好高喎。因為山羊座係一個好未雨綢繆、諗得好長遠嘅星座嚟㗎。咁你嘅真實個性呢，就係，既然諗得咁長遠嘅時候，首先當然都一定要向壞處諗，因為咁樣先至可以諗多啲唔同嘅後備嘅計劃啊嘛。所以月亮山羊座嘅朋友呢，都係好容易發展出一啲嘅抑鬱嘅情緒嘅。同時呢，因為佢要達到目標嗰個過程呢，個紀律好嚴嘅，甚至會令到人哋覺得佢係不近人情啦，淨係講事理啦、規矩啦，講一啲嘅客觀嘅目標啦，於是呢，就會形成咗一種好冷漠嘅氣氛啊！啲山羊座朋友建議呢，就係可以多啲人情味，多啲同人接觸，多啲去感受人嘅情緒，同埋對自己都唔好太過嚴苛啊！真係俾自己好好去休息、放鬆落嚟，
月亮水瓶座嘅朋友，你哋真實嘅個性又會係點樣嘅呢？水瓶座咧係一個固定嘅風元素星座嚟嘅，通常水瓶座都俾人會覺得佢係一個科學怪人，又或者佢係一個好特立獨行、好抽離嘅一個人嚟嘅。因為風元素本身就係代表住一啲好客觀嘅元素啦。當我哋代表住情緒反應嘅月亮進入呢個嘅星座嘅時候咧，佢表達情緒嘅方法咧變得好有呢個水瓶座嘅氣質啦，就會好抽離啦，佢會好客觀咁去睇任何事情啦。即使有情緒反應咧，佢都可以好抽離。我哋可以想象咧，佢好似將自己嘅視覺咧，好似褪後咗一步咁樣，去睇住面前發生緊嘅事情。所以咧，佢呢個咁超級客觀理智嘅模式咧，就會令人覺得，當有情緒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呢個人好古怪，好似機械人咁樣。而咧，月亮嘅水瓶座嘅朋友咧，其實好適合去做科學家嘅，好適合去做一啲嘅科研嘅。因為既然佢咁超然物外嘅態度啦，無論對於好多我哋會覺得好驚奇嘅反應啦，或者一啲我哋意想不到嘅事情啦，佢保持距離咁去觀察啲事情，而佢嘅情緒咧唔會俾呢啲嘅事情咧去影響到佢嘅。而且咧，水瓶座咧係一個好擅長分析啦，好識得綜合地去看見事情脈絡嘅一個星座嚟嘅。咁如果月亮入咗呢一個嘅星座咧，咁你嘅分析能力咧都係相當之好嘅。通常水瓶座咧都係同人道主義有關嘅。如果月亮水瓶座喺呢度咧，可能佢都會從事啲人道主義嘅工作啦，又或者佢對於一啲嘅人道主義嘅事情好有追求嘅，佢會通過一種好抽離、好客觀嘅方式咧，去為人謀求福祉嘅。咁當然啦，佢既然咁抽離嘅時候咧，就會不免令到人覺得佢好冷漠啦。究竟你係咪個怪人嚟㗎？點解你好似冇情緒咁樣嘅咧？咁所以俾水瓶座朋友嘅建議就係，其實都冇乜建議，因為你哋實在太特別啦，實在太有自己嘅一套啦。所以我相信你哋一定可以揾到最適合你哋自己嘅生存方式。可能有啲人咧會覺得水瓶座真係好古怪啦，成日都變化多端啦，有時候又好抽離，就好似有好多面孔咁嘅喎。究竟真實嘅水瓶座係點樣嘅咧？咁而月亮水瓶座嘅人咧，就真係多變得好緊要啦。其實你哋好適合去做演員嘅，因為演員咧就係要演活唔同嘅面孔啊嘛。咁而你嘅真實個性既然可以 carry 到咁多唔同嘅面孔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俾你好好咁去發揮到你自己嘅喎。終於嚟到第12個星座啦，就係雙魚座啦。月亮入雙魚座嘅朋友，你哋真實嘅個性係點樣嘅呢？雙魚座咧係一個變動嘅水元素星座嚟嘅。既然係雙魚座咧，咁我哋都可以想象到就係喺大海入邊啦。大海咧係冇邊界嘅，我哋可以四處咁入嚟入去啦。咁而月亮代表住我哋嘅情緒，代表住我哋嘅真實個性，喺呢個大海入邊咧就好自由自在啦。咁於是咧，雙魚座嘅朋友咧，就會有一個好大愛無疆嘅特質啦。對於任何嘅人啦、任何嘅事情啦，佢都會有一種嘅好似覺得同自己有關，佢都會好想去關懷，會表達佢嘅情感，佢好容易去流露佢嘅情感嘅喎。咁同時啦，而喺呢個海洋世界入邊咧，我哋都知道係冇平地嘅，我哋係唔可以行路噶嘛，我哋冇一啲既定固定嘅形態喺呢個海入邊喎。咁所以咧，雙魚座嘅朋友嘅幻想世界咧，都係相當之廣闊嘅。佢哋可以有好強嘅創意啦，你嘅真實個性咧就係好中意去發白日夢啦。水同時都係代表住我哋嘅靈感世界啦，代表住我哋嘅潛意識啦，同埋我哋嘅情感嘅。月亮喺呢度咧，雖然都好表達到佢嘅特質嘅，即係話例如一啲好多變性啦，所以你嘅情緒起伏咧都係充滿咗多變性嘅喎，隨時起起伏伏咁樣。既然充滿咗想像啦同創意啦，自不然咧個性咧都係相當之浪漫同埋好願意去關心人嘅。我哋都會發現咧，月亮雙魚座嘅朋友咧係好有種慈悲嘅傾向嘅，對於人嘅情感啦好敏感啦，咁所以咧佢就會表現出好多嘅去救贖其他人啦，甚至去到一種自我犧牲嘅地步喎。咁所以咧，我會建議雙魚座嘅朋友咧，唔好太過喺你嘅情感世界入邊去遊走，有時候咧都要適當地回到現實嘅世界嘅，學識去設立自己嘅健康界線。而當我哋有時候個想像空間太過廣闊嘅時候咧，要識得拉翻自己回到個現實嘅世界。當我哋嘅情感太過氾濫嘅時候咧，可能會令到我哋會發展咗一種嘅逃避傾向出嚟嘅。雙魚座嘅朋友過於沉浸喺自己嘅感受嘅時候咧，可能佢會有一種強嘅逃避傾向，唔想面對現實嘅。而呢樣嘢正正就係你嘅課題，你要學識退回到現實，喺適當嘅時候去表達自己嘅關心，而唔好濫用咗自己嘅情感喺一啲會唔珍惜啦，或者甚至有利用你嘅人身上。要識得去保護好自己嘅情感，運用喺一啲真正需要嘅人身上，咁你嘅付出同埋你嘅情感咧，先至可以去到一啲適當嘅人、適當嘅地方。當你學識咗呢個健康界線之後咧，你先至真正了解乜嘢係真正嘅慈悲，乜嘢係濫慈悲。好啦，咁今次咧就同大家講完呢個嘅月亮星座啦，即係我哋嘅真實個性啦。咁如果你發現原來你嘅
太陽星座並唔似你嘅時候呢，咁你就一定要睇翻呢個月亮星座啦。因為我哋同時睇自己嘅太陽星座同埋月亮星座呢，先至會更加了解自己全年嘅特質係點樣嘅喎。你真實嘅情緒感受反應啦，同埋你喺呢一生入邊你追求緊嘅人生理想同方向啦。咁喺下一集呢，我哋又會有其他嘅主題同大家分享嘅喎。咁大家記得要繼續留意啦。如果大家都中意呢個主題嘅話咧，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啦，同埋記得要撳着個小鈴鐘，有最新嘅消息嘅時候，你就會即刻收到通知噶啦。如果有任何關於占星同星座嘅題目係你想知嘅話咧，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